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一個客人嘅真實故事。呢位客人係居住喺美國嘅，為咗揾佢嘅 dream bag，佢日日校鬧鐘朝頭早5點當地時間起身，就為咗睇我哋每日秒殺袋嘅 post。但係佢等咗一段時間都等唔到佢想要嘅袋，佢都有嘗試過去過其他嘅二手店，但係始終都揾唔到睇落去新淨嘅黑金 Birkin 30，仲要係 Toggle 嘅。點解咁難揾？因為佢嘅預算係希望睇，仲要係99新。講真。呢個價錢揾金剛色真係有啲難度，佢最終都忍唔住，決定試下我哋嘅私人助理服務 Elite Luxe Concierge Service， 只需要俾5000蚊港幣嘅訂金，我哋會承諾喺7日內幫你揾到個袋。如果第一個袋唔中意，我哋再用7日時間揾第二個袋。如果兩個袋都唔中意，呢5000蚊就退還俾你。如果中意嘅話，就直接喺個袋嘅價錢減去呢5000蚊，俾翻原額就 OK 啦。呢位美國客人簽完呢份協議書，俾埋訂金之後，我哋就落力去幫佢揾啦。最終喺第3日，我哋就幫佢揾到呢一個睇落去勁新淨，冇嗰啲超靚嘅使用痕跡。最重要係完全符合佢嘅要求，當然係佢預算範圍之內啦。雖然呢個袋係 Stamp T 2015年，但係我哋揾袋嘅原則就係要冇大型翻新，睇落去仲係好新淨，唔係嗰啲零落落一睇就知係二手袋。原本呢個客人好似大家咁，都係比較中意新啲年份嘅袋，但係講到底，我哋點樣都要實際啲。邊個唔想唔使配貨，用原價或者低於原價嘅價錢買全新全套，仲要新年份嘅愛馬仕袋呢？但係呢個世界上最起碼係而家呢一刻，呢件事係冇可能發生噶嘛。所以大家揾袋嘅時候，千祈唔好太介意年份，最緊要個袋睇落去夠新淨。當然，如果你有足夠預算，我哋都可以幫你揾到全新全套最新嘅 stamp 啦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你想揾袋或者有其他問題，可以直接留言或者 PM 我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